聚会开始，奏舞乐，全体会众请起立。新郎新妇请入席。唱诗，请吴光孝传道。唱第5首。现在请大家一起低头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为蔡圣凡弟兄、张淑华姊妹举行婚礼。唱诗，唱赞美诗第5首。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在好喜饭店为圣环弟兄、淑华姐妹举行结婚典礼，恳求主耶稣基督在您圣灵亲自帮助之下，透过你的仆人来讲述婚姻的道理，以及建立新家庭的真理。借着道理，让这一对新人能够透过主你的道理来建立他们的婚姻生活以及家庭生活。我们众人在这边聚集，为他们来欢喜，愿求主耶稣基督帮助，使得这一场婚礼从开始一直到结束，都能够在主的悦纳之下。也恳求主耶稣基督将你的慈爱，将你的怜悯，将你的丰盛，也因着他们按着你的道理而行，来承受这样的一种福气。我们在这个地方向主耶稣基督您来恳求，愿这一切的荣耀、颂赞归主你的圣名，也愿主耶稣基督来悦纳成全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这样向你祷告，哈利路亚，阿们。奉读圣经，会众请坐下，请蓝孝云弟兄。奉主耶稣圣名，奉读圣经。创世纪2章18节，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传道书4章9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以弗所书5章22节、28节，你们做了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28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哥林多前书13章4节、8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奉读圣经完毕。勉励，请吴成文长老。
奉主圣名，美丽。我先圣王跟书恭喜你们，今天你们是最快乐、最喜悦，这么多众人、弟兄姐妹、亲戚朋友来为你们祝贺，非常的高兴。如果这个时刻你跟我一样站着，我想多少时间你也跟我一起站，我相信很快。因为婚姻道理很多，我今天要讲夫妻之间的美丽。夫妻之间美丽，希伯来书13章第4节，婚姻人人当尊重。婚姻人人当尊重，每一个人只要是人，要去尊重他。当然，以我们教会或者一个基督徒的婚姻观，我提出几点。第一个就是基督徒的婚姻观，记住是神神是设立的，在读经的时候，创世纪第2章那在第2章里面提到婚姻的开始，神很尊重人，神很喜欢人，喜欢他怎么样？所以刚才读过18节说，因为神夫妻不好，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婚姻是非常的让我们去感受一个这样帮助。人夫妻不好，所以中国人造字非常的清楚，人一撇，然后再音浪，所以那音浪叫资助，叫帮助男人，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只要是一撇而已，但是没有这一浪就不像人，一定要有帮助者。所以婚姻是神设立的，所以这个神最爱世人，爱每一个，也爱我们这类新人，很感谢主那么因此我们就要对这个婚姻的一个尊重，就一夫一妻。圣经告诉我们的马拉基书2章15节，神为什么不用很多的力量可以造更多的人？他怎么制造亚当一人，夏娃一人？他的结论是说，为了生出前子的后代。这样说，那人的婚姻要彼此的尊重，一夫一妻。但是现今的时代，也许对婚姻上的尊重越来越不尊重。但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既然在神的带领之下的这种婚姻，应该记住一夫一妻，这是神从起初开始给人的很重要。所以一夫一妻，但是夫妻呢怎么样呢？是一体的。那在32章的24节这里就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那这里讲到人要离开父母，这里是讲到在各方面人的条件、生活、经济各方面都可以成神，所以这个人就要离开父母，那就是结合了与妻子联合，因此夫妻是一体，两个人成一体。这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很清楚的交代，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的婚姻观。当两个人成一体的时候，就像现在一样，我们给众人看见的甄嬛跟这个书法，就一个头而已，一个书法盖上了名字。其实两个人看见一个男人为主，二人成为一体，这非常重要。待会再分享。所以这是一个在基督徒的婚姻观记住夫妻是一体，所以夫妻怎么这样一体就怎么样呢？夫妻不可离弃，不可分开。在马可福音10章6节里面就
所以说的婚姻也一体的。那既然神所安排的，最不可以分开。神在生活上有很多是自己可以选择，但是婚姻是神所安排。神给人的很重要的一个最大的考虑，这不可以分开。现今的时代已经不是很看重婚姻。现在的时代，人的想法可能就会好像超过圣经的教训，自我有时候就好像创世纪第6章一样，人已经对神的信念、对神的信心、对神的话渐渐的淡化起来，自我为中心，所以随意挑选为妻，就是自我选择，就是现今的。可是我要记住，在基督徒里面是不可以是永远神是祝福所安排的。所以这个在基督的婚姻里面很重要。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因为我的主题是夫妻之间，所以往后我们要结束这场婚礼之后，要走上这个婚姻的家庭生活，或者说子女生活。因为从今天开始，你们已经有爸爸是两个爸爸，妈妈还有亲戚、兄弟姐妹，这个家庭里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郑长老来了。
些神啊，都看重外面的事，外面的这样，我为什么没有？那个这手术为什么没有？圣经说这不是最重要的，最温柔的这一点呢是那个属性里面的那种重视，我就是帮助他们两个不要欣赏外面的，欣赏圣经的是内在的。那么第三个体贴，也是在上章的第7节，你们做上也要按情理的亲属同主因他与你感动。说这里提到说按情理，这种体贴就是丈夫要怎么按情理在帮助看顾体贴太太的。也是讲说他比我更软弱，也有人好像一个瓦片掉下来，很容易掉。这年的想象很容易破碎和瓷器。但是你能够去体贴他、体谅他，不管在家里的事务或是家里的一些小小的事情，真的还是要去体贴的他呢会夫妻之间会让国家只有小小的事情，当我们去体贴的时候稍微帮他一忙，那不是更好吗？所以就是说，你按情理按照原文就是说按照这个原文的说一个是知识又有知识又有智慧，两种呢，一个是设计的世界用爱去的，那一个是属实的智慧，一般生活的情绪这种方面去爱他，去体贴他，家里家里生活会更好。你也不体贴他，他可能会更难。那个敬重，以你一同承受生命的恩，所以要敬重他，不敬重要互相敬重。每个人都有人的这种想法思想，就是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爱的成长的时候，我们用耶稣基督的爱去敬重他，尊重他。老师，请胡光孝讲道。现在我们请起立。
再一次的闭幕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主耶稣你的带领，让我们这场婚礼的聚会能够从开始到现在顺利的进行，即将圆满完成。透过尼泊人所传达的真理，希望一对新人谨记在心中，让主的真理存记在一对新人的心中，凡事能够照着主的真理而行。交换信物，请蔡庆峰弟兄。我非常谢谢我们长老、传道以及所有来宾，非常感谢大家拨空我们的参与。那现在我们来见证这一对新人，来做一个信物的交换。那请新人面对面。好，现在呢，我们请圣环把你的宝贝，把你最可爱的交给我们的新娘淑华。圣环，它是以它的名字圣为最神圣，然后用广大的心来把这个烛火泡在他的心中，充满了淑华的身上。紧张吗？不会。好，现在淑华把自己的宝贝交给我们的圣环。淑华心中想说，这个戒指是圆的，我们的心也是一样，是圆的，来套在这个圣环的那个套在哪里？无名指因为这个无名指的这个神经会通到我们的心脏里面，淑华用他的心连接在这个圣环的心。其实这个戒指就是套在了我们追想到十字架耶稣的爱没关系，直接套在里面没关系，别紧张。圣环太兴奋了，这几天吃得太好了，所以手掌有一点往外的发展了。现在圣环再拿一个礼物交给我们的新娘。这本是什么？圣经赞美诗。这里告诉淑华说，我们一起来赞美，来读神的话语。
淑华，这里面包的是什么？可以告诉我这个秘密吗？圣经赞美诗你的比较厚呢，那圣环可能会有压力啊。圣环没有关系，你是头啊，你是头，所以你要承受啊。一个成熟的人就是要承担责任，所以淑华把这个重要的物品交给你了，你必须要承受啊这个所有的人生。那现在我们请双方主婚人来交换礼物。那是站在哪边比较？好的，好，好像比较委屈了一点哈，没关系，好，礼到好，双方来互赠礼物，非常感谢主，谢谢及你洋溢的淑华，也谢谢双方的这个吉洋溢的圣环我现在女儿虽然是嫁给了圣环，我多了一个儿子，对，感谢神谢谢，感谢主耶稣，愿主耶稣能够祝福。好，请会坐。头上，我们还吗？请会站。好，以上我们订婚就到此，谢谢。头上嘞。等一下，还有那个结婚。行结婚礼，请林圣山执事。我们的主持人，还有我们的中国传道、胡传道，还有长老，我所亲爱的亲朋好友，特别是今天两位新人跟双方的男女主婚人，大家平安。刚刚会前有几位姐妹问小传道你任什么路？你要担任什么职务？我说我担任修卫、收尾。一个工程，大家认定好与坏，是在看收尾之后，我们认定这个工程。所以我很荣幸担任这个职务。首先在这里祝福两位新人，跟男女主婚人，还有所有的弟兄姐妹、亲朋好友，在这里我在这里恳请两位新人，请允许我答应我，来在这里大众的面前表明确认你们两位的爱，请回答我的盼望。圣王，你确认能够认定淑华作为你的终身伴侣吗？确定。听到了，确定。我们用祝福的掌声接一句。他的回应是如圣经所说的，当神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的时候，亚当怎么说？这是我骨多的骨，肉中的肉。这是圣方的回应，感谢主。还有淑华，很久没看到了，我想也求你允许我回应我的请教。你也确认确实接受圣方作为你终身的伴侣吗？确定。确定。我们听到了。淑华的回应，也正如圣经所说的，当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的时候，神怎么说？他们两位离开父母，两人成为一体，成为夫妻。淑华的回应，似乎这句回应
我们再次用祝福的掌声给你。感谢。刚才两位确认了，我想你们两位面不会变好。圣王，你有你爱的心，相敬如宾的心呐、将书法的面纱牵过来。看你这样的，看你怎么样的姿势都可以。好仔细哦！我们在用祝福的感声给他们。圣法、俗法，这就是刚刚你们回应的。这是我鼓中的鼓，两人离开父母成为一体，是吗？好，再给他们祝福的掌声。好，请两位手握着，这不是发誓哦，我们不能发誓，我们只是在神的面前承认。你们两位是神所祝福的。我们为了要增加大家对两位新人的祝福，尊重大家，坐着默祷，求神来祝福这两位新人。我们一起默祷，奉主耶稣圣名，恳求主耶稣的祝福。主啊，感谢你的带领以及祝福，让这一对新人亲朋好友经过双方的主分人以及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的认定，更是主合乎你的旨意。今天这两位新人在你的面前已经是合情合理合你旨意的夫妻，恳求主耶稣，你用你的真理、您的话语来熏陶他们往后所要过的婚姻生活，让他们能够照你的旨意过美满快乐的婚姻生活。更恳求主耶稣，你用你的圣灵来浇灌、滋润他们往后的婚姻生活，让他们的婚姻诚如鲜艳的花一样，永不凋谢，能够发出馨香的香气，来荣耀你天上的真神。求主大大的赐福这两位先人，从今时一直到永远，过着合乎你旨意的婚姻生活，来荣耀你天上的真神。更恳求耶稣，你能够赐福把来与会的我所亲爱的亲朋好友，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工作事业顺利，信仰更蒸蒸日上。求主耶稣垂听悦纳，诚前所求，愿一切的荣耀、尊贵、颂赞都归你的圣名，平安福气、祝福赏赐给你所喜悦的人，从今时到永远。哈利路亚，阿门。好，请两位回位复位。献诗第一首，基督为我家之主；第二首，没有爱就无意义。
让耶稣进入你心。
开门照。刚刚拍照是因为工作人员他们要过去先准备。基督为我家之主，这是基督徒的一个基本原则。好，现在我用最短的时间为大家介绍这位新人。我们的这个太紧张了。我们的新郎叫蔡胜环。也就是主问人就是蔡胜义，就是陈秀英姐妹健康力的儿子大儿子那蔡胜环他是在中国这个文化大学读书的毕业的，出生在83年出生的其他的年月日我就不讲了。他是学这个园艺、生物什么科系？园艺生物技术学系是专门是造景的专门这个研究研发这个现在我们所谓的饮食方面的这些蔬菜类的，或是那些植物类的。他非常是有研究的一个弟兄了不过目前他是转行了，跟着爸爸的事业在这个创世机电公司专门做电梯的如果将来有需要做电梯的，我们可以找他；有需要造园艺的，也可以找他。如果家里需要人造这瀑布的话，墙壁需要人造瀑布，我们可以找他，都可以帮我们一方面也做电梯。感谢神。那我们的新娘是张淑华姐妹，她也是中国这个跟着同一个学校那她的科系就是动物科学系专门研究这个我们现在家里所养的这一些宠物如果家里有需要的，我们可以请示她需要养什么比较好。我们可以找他。那生环他是一个园艺的，他就造了一个公园，然后带着一只小狗在那边遛狗，也不错很有情调很有情调。那他的年龄是一个秘密，你们可以私底下来问他就好了感谢神。那现在目前淑华姐妹是在英文学院来当老师所以这一块她是很有恩赐的一个姐妹而且她又喜欢弹琴又喜欢运动。你看她的身材，就是因为喜欢游泳她也是会游泳的，这些都是她的兴趣非常感谢神。那我就用这种介绍，简单的介绍给各位，让大家知道。以上。主婚人致谢词，请男方主婚人。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说感谢的话。在这里代表南方家属说感谢，感谢神的恩典，赐给我们今天美好的日子。在圣环主华我们所期盼既定的日子，是在今天能如期进行。也再次感谢神，也再次祈求神继续带领后续
喜宴或各项的活动能顺利平安喜乐。但愿在神的带领，中华生活能够神给你们智慧，在神爱中学习，在爱中成长，能够在未来的日子有美好的家庭化的家庭。也再次谢谢一帮家属、亲朋好友拨空来参与这次圣环主法的终身大事，谢谢你们，感谢。而且再次感谢我们这次圣工人员及教会的长执、长老，谢谢你们的祝福与勉励与关怀，求神纪念你们的辛劳。也谢谢感谢所有的在场所有的亲朋好友与弟兄姐妹，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你们的祝福，与我们大家一起分享，感谢大家。还有最重要的，刚刚我们在背后献诗的，其实家属里面的弟兄姐妹，谢谢你们带着祝福这2位新人。最后，感谢今天所有亲朋好友参加圣环主法婚礼及喜宴，谢谢你们，祝福大家，谢谢，感谢。请女方主婚人致谢词。奉主耶稣圣名说几句感谢的话。首先感谢在座双方亲友、弟兄姐妹、长执同道莅临今天的这一场盛宴。神说子女是我们的产业。今天圣环跟淑华的婚礼是神赏赐的一个祝福。那也希望这对新人有一个新的尊主为大的一个建立一个主基督的爱的家庭。那因为小妹呢，从小就是父亲比较早离世哈。那有句话说，兄长如父。那接下来呢，我就邀请我的大哥来致辞。他感谢的话，请我大哥。各位亲朋好友来宾，我是新娘张淑华的舅舅，也就是主婚人郑如月的大哥。我们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蔡正珠联璧合，并祝贺这对新人从此过着健康、幸福、快乐的日子，并祝福大家年年春、年年福、年年买老啊！身体勇勇健健，金文财宝发大声。谢谢，谢谢各位。谢谢我大哥的祝福。因为兄长还不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哈。那但是他的祝福的心是没有变的。那也愿一切荣耀、颂赞、尊贵都以主耶稣基督的名，都归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主，哈利路亚，阿门。
新郎新妇鞠躬致谢，请新郎新妇首先向证婚人鞠躬。圣公人员，请向圣公人员致谢。鞠躬，谢谢。向男方致谢，男方主婚人致谢。鞠躬，谢谢。向女方主婚人致谢，请女方主婚人站立。鞠躬，谢谢，请坐。请向全体会众致谢，请全体会众站立。鞠躬，谢谢，请坐。礼成，请会众再次起立。奏乐，新郎新妇会席。请大家掌声鼓励。OK， 好来，好 OK， 好来，我们先看我这边了哈，因为时间问题了，来1、2、3 ，OK， 好停，来，我们再靠近一点点，再靠近一点点来，对，OK， 好来1、2、3，我们举个耶，1、2、3，耶 ，OK， 好可以 ，OK， 好来，都看我镜头这边来，好来1、2、3，弟弟，来1、2、3 ，OK， 好可以来，那个哇，钩子，哎对，靠过去一点点来 ，OK， 好了，1、2、3 ，OK， 一样一人一张，1、2、3，耶 ，OK， 好可以。女方亲友，女方，来女方，好来啊，来1、2、3，耶，好了，再一张吧，1、2、3，耶，好，1、2、3，耶 ，OK， 好，妈妈开慢了，再一次，好来啊，1、2、3，耶 ，OK， 好，可以。都要进去了哈，因为没有什么时间了。好，我们往中间移动，好不好？往中间移动来。好，这边再过来一点点，这边再过来一点。OK， 好，你准备来，你在后退，在后退。好了。在后退，在后退。好了，对，你可以坐在地板上嘛，哈。好了，快点。可以。不要再拖时间了。OK， 好，来看我镜头这边来，好来1、2、3 ，OK， 我们来个小爱心哈，来啊，数钱的哈，来啊，3、2、1，下一个 ，OK， 好，可以。好，再来进场的是，我们新郎官的堂姐
跟堂姐夫进场。再来，后面是新郎官的大堂哥跟堂嫂。欢迎他们入场，我们再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那后面进来的是淑妍堂姐跟堂姐夫走进来，再来是世伟堂哥跟嫂嫂走进来了。再来就是雅玲堂姐跟堂姐夫，他们是一对年轻的夫妻。那结婚哇，这个我也要戴上墨镜。好，谢谢他们走这一段桃园机场的跑道。好，谢谢他们。那么我们新人之前要走进来之前，我们先请看左右边的幕幕。我们现在要播一段 MV， 来看一段影片，请看影片。在这美妙的音乐当中，我们来见证他们的幸福。在小提琴老师的《你不是我》这首歌曲当中，让我知道婚姻是要互相扶持，互相加油。婚姻是我们往后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不管在生活上，或者是在心理上，两对夫妻就是要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帮助。我相信盛环跟淑华一定会把这个工作跟课题能够做到尽善尽美。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再一次欢迎他们入场，谢谢。这个跑道有点长，所以我们的掌声也要跟着长。那在后面的就是我们的伴郎跟伴侣陈胜平跟林子涵，欢迎他们。就座了，也谢谢各位的掌声和相机。那现在我们桃喜航空城这边有准备一段节目来供大家来欣赏，灯光秀。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一场秀。
掌声鼓励。有没有觉得很震撼？有哈，就很像飞机要飞上天空，先从1档打到2档，再打到3档哈，然后那个 Q6还要拉一下，哦，好，那我们在飞机准备起飞之前，在吃饭之前，我们还是依惯例，我们请下我们曾德敏传道来为我们大家带领大家来谢饭。我们请曾德敏传道。各位来宾、各位长官、各位贵宾、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用餐之前，我们向天上的神来做一个祷告，请大家低头默祷。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谢饭，慈爱的天父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你的大能大力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因你的恩典滋润大地，让全地的人类能够享受到你所赏赐给我们的五谷菜蔬，让我们所有的人得到饱足，满心喜乐。主啊，我们感谢主你的大爱，你爱我们世人，你制定了我们人类的婚姻的制度，让我们今天蔡弟兄跟张姐妹在这个地方，在这美好的这一天能够成婚。求耶稣祝福他们这一对新人有广大的心，将你的恩典、福气充充满满的降临在他们的身上，正如海边的沙石那么多，让他们在一生当中，不论是属灵、属肉各方面，都能够得到你的福祉。也求耶稣能够祝福在座的贵宾、长官、弟兄姐妹们身体健康，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的强壮。在用餐之前，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祷告，等下我们用餐的时候，在所有的餐肴里面，如果有损害我们健康的食物，我们借助你的灵来消毒这些损害我们健康的东西，让我们享用之后，使我们身体得到健康，有能力来为你做美好的圣工。我们如此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主耶稣垂听悦纳我们的祈祷，我们愿将一切的荣耀、颂赞、权柄都归给主耶稣基督你的圣名，愿平安、福气、恩典充充满满的赏赐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从今时直到永远。哈利路亚，阿们。好，我们谢谢传道的带领谢饭。今天的这对佳偶正环跟楚环双方的主婚人，都给大家扎发的那么过，不费那么过，saya dengan sama polong, ada dengan 非常荣幸啊，有这个机会来代表整个家族，他们修来跟他娃娃no minta，因为亲家不会听阿美族的话，所以我要全程用国语来简单的介绍这个新人啊。在介绍新人之前，让我们认识一下他的父母亲。我想生意钱康利大家都认识啊，都认识。我非常敬仰的是，他在都会区这几十年造就了一生的武功。什么样的武功呢？就是做机电的工程。什么样的机电呢？是最困难的电梯的工程啊。他已经习得这样的一个技术，然后从事这样的一个工作。在原住民界里面，我所知道的，我还说不是很多上，还没有第二家啊，没有第二家。
都非常不容易的。那我们圣环也是跟着爸爸在这个领域上学的一技之长。那么淑华妈妈这边呢，我刚刚得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讯息是，她在元大银行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上，这一的工程需要资金，有淑华妈妈这边来供应，这个结合是非常美妙的接下来我们介绍这位新人，圣环刚刚我讲了，文化大学毕业以后，追随爸爸的脚步，在机电工程、电梯的工程这个部分呢，跟爸爸一起来努力打拼，闯出了一片江山。据我所知，他们的业务真的是蒙神的祝福，蒸蒸日上，没有休息Suatu mana kemudian mencari ketimpangan itu lu minta ditikar lu minta kuama yang kalian koi suatu hati dia bangsa alat asalnya kumawa masaba。另外呢，淑华呢也是在文化大学毕业以后进入了他所熟悉的英文的教授的一个领域。那么目前在一个学院担任英文的老师一个在工程界，一个在教育界，这是非常美妙的上帝的安排现在我们没很多都娃娃都明白都是亲给。最后不免的要讲一点点的祝福的话，我刚刚听到了我们真传道当中的一句话。也是我常常使用的祝福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境内现在的年轻的夫妇都不大爱生孩子，平均的生育率只有1.02，也就是说一对新婚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如果一直这样子下去，台湾的人口老化的不单是非常的快，重要的是少子化会更厉害。所以我们鼓励我们一对新人我用8个字来祝福，用我们圣经的教导耶和华创造了亚当夏娃之后，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告诉亚伯拉罕说：“我要让你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星，多如海边的沙。”这对新人能不能做到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大概很困难但是不能只生一个，至少要生3个。是能够帮你3个娃娃的名单。如果大家同意的，我们给他祝福，好不好？掌声和祝福，至少要生3个要家庭计划saya boleh bila kita untuk pakai untuk selain mapulong ano saya ko kamu pergi sama itu bayar dunia hawi wa coba tidak pangcar gunakan selain ko saya selain mako 我们在台上的爸爸妈妈还有新人跟我们所有的嘉宾好朋友深深的一鞠躬表达我们的谢意，鞠躬。谢谢我们国栋立委的介绍。他在立法院在原住民的法案上都有对我们有非常多的帮助。那我有听立委的话，我生了3个，对，那不知道这样有没有补助？我一讲3个的时候，下面就要有掌声了，对不对？好，谢谢各位的掌声，也谢谢立委的介绍。那我们双方的主婚人以及新人都在我们台上。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做倒香槟塔的动作。到香槟塔上，代表他们的婚姻，就像这香槟一样，甜甜蜜蜜，细水长流，也像这个香槟塔一样，做一个家庭的堡垒，夫妻之间相互的扶持。在这个堡垒之中呢，互相的帮助。那我们给他们一点掌声。
谢谢各位的掌声。我想看到他们在造香槟的这个过程，相信大家都口渴了。那也希望在座的嘉宾也将自己的饮料杯装满饮料，谢谢。好，我们新人请到中间。请往前走，往前站。好，我们现在双方主婚人以及新人准备做举杯敬酒。好，那我们各位来宾跟嘉宾也举起一下我们的杯子，来跟上面的主婚人以及新人来致意。我们也向下面的来宾来致意，举起酒杯。好，谢谢大家，谢谢，祝福他们。好，我们再掌声鼓励一下他们，好，请就坐，谢谢。看到我们新郎盛环以及我们新娘淑华，他们脸上充满着幸福洋溢的表情，让我们能够知道他们婚后的婚姻生活一定充满着很多的喜乐。我们也一起为他们来加油。欢迎，那我们就请我们这一对新人直接到台上，直接到舞台上。好，牵着太太的手，小心扶持一下。对，要学习来扶持。我们的摄影大哥要把我们的新人拍得美美的哦，如果没有美美的，我们要退钱。一定会拍得很美的啊！好，那我们现在要来有一个丢捧花的活动，那来接这个捧花。那我等一下念到名字的就一一的上台。第一位谢君昂小姐，请到台前；第二位刘雅云小姐，请到台前；第三位沈嘉玲，不是沈嘉怡哦，沈嘉玲，请上台；第四位刘淑仪小姐，请上台；第五位杨宝婷，第六位于丽君，第七位林芷涵。以上念到的，请到台上，我们各就各位。这个没有分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对，只有接到跟没有接到哈。
那接到的话，等下要讲一段对新人祝福的话。好，那就由我们的新娘淑华来抛这个捧花。好，那我们现场来宾，我们数到3，我们一起数到3，他就会把这个捧花丢出来。来，我们一起喊1、2、3。哇哦，旁边这样子界外，裁判说界外要再重来一次，我们的力道可以再少2/3，30%就好。那个力量30%就好，30%。好，1、2、3。哇，是我们第一位小姐，请问是你请上台。好，4位，谢谢。今天非常幸运接到这个捧花，你有没有一些祝福的话跟我们新人来说？我觉得我刚刚站的那个位置太容易拿到了，这样算吗？好啦，我叫华华，然后我是新人的团契的朋友，就是教会团契的朋友。然后今天祝福淑华跟盛华，就是你们婚后生活，就是每天可以开开心心，然后不要打架。然后就是求神带领你们以后的脚，这样，谢谢。好，我们掌声谢谢他。那下一花是要施礼的了吗？还有一段时间啦，我们法义陈先生弟兄，那个 surprise 要怎么讲 ？Amist 不知道，一个惊喜啦。马子贡虽然是吓一跳，那不一样，那个是吓一跳，惊喜跟吓一跳不一样啊。因为刚刚那个我们要活动立委啊，他说他要讲那个国语，其实我刚刚很想帮他翻译，对，因为他不知道我站在他旁边，要不然我就帮他翻。好，如果他还在的话，我一定会再帮他翻译。那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帮他来做一个翻译的动作。好，我们背景的音乐可以调小声，可以关起来。好，那我们这个乐团呢，奔走在国际当中，当然有巴拉圭，有樱花跟乌龟啊都有。那今天集结在这边，要来献唱一首诗歌《神的恩惠》。Oh
谢谢各位的掌声，我们先请留步，先请留步。哇，听完了这首诗歌，大家有没有过瘾？有过瘾就好了。有过瘾。那刚刚我们的新郎哥有稍微小紧张嘛，但是不过这个分数大概是在99.725，有吗？99.725，好，那我们站在这个台上都是自己的表哥或者堂兄，那我们也都在上面，那我们也各讲一句对新人祝福的话。我是圣华的舅舅。要幸福哦，要对淑华好一点。好，我是新郎的大堂哥，赛春，对你的婚姻加油，再加油，我是圣环的第二个堂哥，祝圣环新婚快乐，在婚姻当中互相包容体谅。这条路还有很久，那希望你们能够一直持续恩爱下去，加油！我是圣王的表哥，在这里祝淑华跟圣王在未来的日子一定会有许多遇到的困难，希望可以看着这些哥哥姐姐们在前面做你的榜样，一起向前奔跑。好的，那我也是圣环的舅舅，那希望圣环呢，在婚姻的道路上，凡事忍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愿神祝福你的婚姻。我是圣环的姐夫，祝淑华跟圣环新婚快乐，要幸福。我是圣环的爸爸的妹妹的儿子，我是他的表哥，爸爸的姐姐跟着那很开心参加这场圣环的婚礼，看到有这么多宾客来参加，也谢谢大家来莅临那个圣环的婚礼，也在这边祝福圣环在新婚当中蒙神的带领，以及像刚刚德哥所讲的，真的要在婚姻上面真的要用心去经营，以及尊重你的另外一半，以及要听从你的妈妈、爸爸，以及多一个新的妈妈，有愿神祝福，就这样子。好，谢谢他们。小弟是圣环的首席主持人，大家好。好，那我也没有很多的话可以讲，因为刚才很多
该讲的都讲了哈，他们都已经帮我都讲完了，所以首席的主持人就不用再讲了。好，那我们就下台一鞠躬，谢谢。好，也谢谢各位的热情的掌声，谢谢。这站是米里奥沙外啊，这个不是王岗。米里奥沙外，姑娘萨卡拉菲，做过米王岗哎。老人在2楼，小朋友在1楼，拜拜。妈妈。现在不是王岗啊，不是巴格朗，是米里奥绍。米里奥绍是什么？那个煮鱼的饭，现在就拿出来煮鱼啊，煮鱼啊，一般的煮鱼就送到哪里？就送到肚子里面了。啊，送煮鱼，哎呀，人家都吃饭。这个完蛋了，人家都吃饱了，你在做什么？哇！哎呀，这个人家都吃饱了，他都在睡饱了。哼，哦，好。不要了，哎，对，三个国宾寒。好，第一个是巴奈，好，让你选择，哎。
第二个，哦，属耐啊，有忍耐，忍耐到底。啊，怎样长出来？人要吃的。啊，什么都是忍耐。啊。好，第三个是有力过。哦，阿公讲3个，让你去选择。好，来，你喜欢哪一个？3个之中，第3个叫有力过。啊，有力过啊！来。哎，这个有力过，哎呀，哇哎，进来，这个进，为什么一定要哦，叫有力过，哎，你觉得有力过？当然，我们说有力过就是日本的名字啊，看你好像是日本人啊，而且你们的第一选择的度蜜月的地方是日本大阪啊，在那边很多有力过，将来你们可以开公司，有力过这个演艺厅还是有力过民宿也都可以啊。好，请你说说你的感想，感谢主播说一些感谢的话。今天来圣完这个大家庭，很开心，就是能够有阿公帮我赐一个原住民的名字有力过。谢谢你们，谢谢阿公。谢谢大家这样欢迎我到来，这样。对，感谢你们今天特地这样坐在这边，对，欢迎来就是大家一个大家庭的迎接一个新的成员，对，谢谢。感谢主。圣皇，你可以再补充一下吗？哪部分的？这个圣皇不用讲话，他用笑声就过了啦。你还是要讲哦。好了。我讲。今天就是很高兴是我们结婚的日子，对吧？然后有大家，虽然有些亲朋好友已经先走了，还有一些长辈，我还来不及说一些感谢的话，还有一些挽留的一些事情想说的东西。那个心其实爱心真的很满满，对吧？没关系，他们不在了，你在这个地方可以说声，他们已经会看得到，听得到。大家我们家里的爱真的非常非常的深。那我今天看到，我其实真的很感动，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内心里面想告诉大家的，然后就是想借着这个机会，然后带主要来到这个家庭，对，认识一下大家，之前都没有机会，现在有这个机会跟他一起这样相处，虽然相聚的时间很短，但是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直都是在主里，然后能够一直像这样子快快乐乐，然后也平平安安的。说的就这些。对，感谢主，好，对。